Hello，各位同學，大家好。上一堂呢講咗吸引力法則嘅量子科學原理，今堂會講下點解唔同嘅人展示出嚟嘅吸引力唔一樣呢？點解有人就心想事成，有人就心想事不成？想要嘅嘢就實現唔到，唔想要嘅嘢就好易發生。跟住落嚟，我會講一個例子，講下點解我哋每個人嘅吸引力唔一樣。我哋就睇下鐵同磁鐵。磁鐵佢係有磁性嘅，佢一直都有磁性，佢可以去吸引一啲嘅金屬。而鐵呢，佢平時係冇磁性嘅，佢只可以被吸引。一塊鐵冇辦法去吸引其他嘅金屬，但係鐵喺某種嘅情況下，佢又會產生磁性喎。譬如話，我哋將一塊鐵去按照某一個方向去摩擦佢嘅時候，唔知道你有冇試過將一把刀仔不停咁喺地上摩擦佢，咁樣就會產生微弱嘅磁性。或者將呢塊鐵喺某一種電磁廠嘅環境底下，佢亦都會變成電磁鐵，佢會有更加強大嘅吸引力。有好多嘅呢啲機械裝置都係運用咗電磁鐵呢個原理，佢俾呢塊鐵進行一啲磁場嘅通電，然後呢塊電磁鐵就有吸引力啦。點解呢？點解會有磁性嘅呢？其實係因為佢原子內部有好多嘅電子，電子能夠圍繞住原子核喺度旋轉，旋轉之後就產生咗磁場。磁場有兩個極，呢兩個極係同時存在嘅。而一個物質入邊由好多好微小嘅小磁鐵組成，但係大部分嘅時候，呢啲小磁鐵佢嘅排列都係混亂嘅，亦即係佢哋嘅排列唔係朝住一個方向嘅，佢哋非常之雜亂無章。所以從總體嚟講，佢哋內部嘅呢啲磁性都會互相抵消咗。一塊鐵對外嚟講，佢睇落冇磁性，展現唔到呢個吸引力。但係當你俾佢按照某一個方向去摩擦，去強化佢，或者幫佢加上電磁場嘅時候，呢個時候佢內在嘅呢啲小磁鐵就發生咗定向嘅旋轉排列，亦即係話，當嗰啲內在嘅雜亂嘅小磁鐵按照某一個方向喺度排列嘅時候，呢塊鐵就產生咗磁性，佢被磁化咗，佢開始產生咗吸引力。所以物質嘅磁性嘅性能關鍵係乜嘢呢？亦即係內部所有小磁鐵按照同一個方向排列嘅時候，亦即係話內部嘅呢啲小磁鐵越有秩序，越一致，對外顯示嘅磁性就越大。講呢啲有乜用呢？聰明嘅同學可能一下子就已經領悟到啦。去對照一下你自己，你嘅吸引力法則點解冇用呢？好簡單，你內在嘅呢啲小磁鐵排列可能係混亂嘅。你有一個小磁鐵喺度話我想要有錢，但係好多小磁鐵喺度話我唔配啊，我做唔到啊，呢個冇可能噶，人哋會笑我噶。咁有乜可能呢？發達又點輪到我啊？所以你內在嘅呢啲小磁鐵唔單單只係混亂嘅，甚至可能係負向嘅。所以你冇辦法吸引到嗰啲好嘅嘢。點解咁多人睇呢啲秘密嘅書啊、吸引力法則嘅書啊，但係去用嘅時候好難用得好呢？吸引好少嘅錢，佢就真係好易吸引到喎。但係要吸引大錢嘅時候就非常之難啦。譬如話吸引一個停車位，佢就覺得好易。但係當佢真係想將呢啲吸引力法則運用喺一啲好重要嘅事情上面，運用喺佢嘅事業上、佢嘅關係上、佢嘅金錢上，就次次都唔靈。咁點解呢？因為當佢想要運用喺一件好細嘅事情嘅時候，譬如啱啱話想要喺停車場度，相信有個停車位等緊佢。當佢咁樣做嘅時候，佢好易將佢內在嘅呢啲小磁鐵去調整成一個相同嘅方向。但係當佢真係想要去為自己去吸引好大嘅事嘅時候，內在嘅小磁鐵好混亂，
有好多冇可能嘅聲音出現咗，亦即係話，當你將呢塊磁鐵磁化嘅時候，佢唔單止冇產生一致性嘅排列，相反佢變得好亂。所以吸引力法則係點用嘅呢？係你學識咗嗰3個步驟就可以用？咁你就錯啦。吸引力法則係當你明白咗磁鐵，明白咗鐵係點樣磁化嘅原理，你就會明白吸引力法則嘅運用。最終嘅關鍵就係去訓練你嘅心性，訓練你心性入邊嘅一致性。所以唔單單只係你頭腦有一個念頭，話我想要呢樣嘢，我想要今年賺100萬、1000萬，我想要我嘅事業能夠成功，我想要嗰個人可以中意我，我想要一個完美嘅伴侶。你要去做嘅係做大量嘅功課，令到你嘅內在能夠產生一致性嘅磁性嘅排列，令到你嘅小磁鐵能夠朝住同一個方向。所以依家我哋嚟講下正向吸引。正向吸引就係想嚟乜嘢就嚟乜嘢，想要乜嘢就有乜嘢。譬如我想要有人幫助我，嗰個人就嚟啦。我想要事業成功就成功啦。呢啲就叫做正向吸引。負向吸引係乜嘢呢？負向吸引就係唔想嚟乜嘢就嚟乜嘢。有啲人佢覺得吸引嘢好難，但係佢嗰個唔好嘅念頭，俗稱烏鴉口，只要一諗一講就好靈。呢個其實都係吸引力法則，並唔係話只有正向吸引先至係吸引力法則，負向吸引亦都係吸引力法則。抱怨嘅人總係運氣特別差，佢有好強嘅吸引力，只係佢冇辦法去控制自己嘅心性到某一個方向嘅吸引，佢可能展示出嚟嘅都係嗰個負向嘅吸引。但係你叫佢轉化成正向嘅，佢就冇辦法令到自己嘅內在呢啲限制同阻礙去轉化成正向。所以你亦都可以諗下，喺你嘅生活入邊係咪有啲曾經嘅經歷，就係當你想要去令某件事發生嘅時候，嗰件事就真係發生咗呢？你去留意一下你嗰個時候嘅狀態，你完全相信一件事嘅時候嘅狀態係點樣嘅呢？你可以去揾翻嗰種狀態，嗰種狀態對之後嘅學習有幫助。咁可能有人會問，既然乜嘢都可以用吸引力法則，咁咪不勞而獲？呢個我係咪乜嘢都唔需要做，只係需要攤喺張床度諗一諗，然後錢就會跌落嚟呢？如果你真正明白咗我啱啱所講嘅，你就會明白吸引力法則係乜嘢。吸引力法則係令到你去調整到自己嘅最佳狀態，調整到你最有磁性吸引嘅狀態，並唔係令你乜嘢都唔做。你將一塊磁鐵磁化得再好，你唔俾佢去靠近一啲嘢，佢始終都係冇辦法吸引。譬如你將一塊磁鐵，將佢密封喺一個空間入邊，唔俾佢同外界接觸，佢即使有再強嘅吸引力，都吸引唔到啲物件，係咪？同樣啦，如果你好有吸引力，但係你乜嘢都唔做，淨係攤喺張床度，即使有機會，你都接觸唔到。所以吸引力法則佢係乜嘢呢？佢唔係一個魔法，佢並唔係話我想要錢啊，俾我錢啦；我想要麵包啊，俾我麵包啦。然後你攤開手，錢、麵包就會跌落嚟，唔係咁樣。每一個人都有每一個人自己嘅命運。吸引力法則並唔係令你去脫離世俗嘅一個魔法，佢只係能夠去幫助你嘅生活變得更加順利，更加心想事成嘅一個工具，一個技術。吸引力法則用得好嘅人，佢嘅自我限制非常之少，好容易成功。佢有好強嘅意念力同感染力，所以非常容易成功。乜嘢係成功？達到自己嘅目標就係成功。無論你依家係點樣嘅狀態，無論你係喺點樣嘅位置，你需要做嘅唯一嘅事情就係調整你自己去一個正向嘅好強嘅磁性吸引力。所以吸引力法則就係令你自己調整到天人合一嘅最佳嘅一個狀態。
當你自己嘅內在非常嘅充足，非常嘅豐盛，咁呢啲能量就會去吸引外在嘅顯化。我哋嘅能量，我哋嘅念頭，我哋嘅注意力，我哋所散發出去嘅呢啲情緒嘅信號，佢需要非常之一致，所以呢一個一致就可以產生好強大嘅威力。呢個就係第2日嘅課程部分。我哋今日嘅功課係去觀察一下你最近嘅遭遇，你最近嘅狀態，你最近嘅情緒係點樣嘅呢？你遇到嘅都係乜嘢能量嘅人同埋事呢？遇到嘅大多數係好事定係壞事呢？你可以去睇下你最近嘅狀態係咪差嘅定係好嘅？你周圍發生嘅呢啲人，呢啲失誤係唔係都同你呢啲嘅情緒狀態係相匹配嘅呢？相似嘅能量吸引相似嘅嘢。如果你感到好興奮、熱情、好開心，證明你釋放出嚟嘅係正向嘅能量。相反，如果你感到係焦慮、壓力、憤怒、悲傷，你釋放出嚟嘅就係負面嘅能量。當你察覺到呢啲情緒嘅時候，你需要明白外界冇問題，並唔係對面嘅嗰個人一定要同你作對。呢啲都係你現在嘅狀態，創造咗外部嘅世界。外部嘅世界只係你內在情緒嘅一面鏡嚟嘅啫。我哋或者唔能夠選擇事情點樣去發生，但係我哋可以選擇點樣去回應。呢個就係第2日嘅課程部分。聽日會講下吸引力法則點樣運用得更有效嘅3大定律。好，我哋聽日見。